了云林2轮的来会社区，在这里居住了很多诏安客家人。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一起逛逛来会社区。其实一进入了社区，立刻可以感受到浓浓诏安客家风情，因为彩绘师廖和胜将客家风俗、诏安特产通通彩绘成了壁画，那么也来装点了乏味的水泥墙，连诏安客家话都跃上了墙面，希望让大家看图就能够学说客家话。有客家风俗、客家美景，也有古早味的回忆。这里是云林2轮的来会村，五彩缤纷的墙面全是彩绘客家风情。你表演的3的下面，准备都做天板。理事长赖时全提供用壁画装点客家庄的点子，而廖和胜就负责让冰冷的水泥墙变装成为客家故事墙。舞台设计是廖和胜的专长，退休之后，他改用画笔记录诏安客家族群的点点滴滴。特别的是，墙面也能教学。天要讲卡嘛，这都客话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了对啦。彩绘简单的图像搭配生活用语，教大家怎么学诏安客家话。你写下去人家会走过去朗朗上口，一句一句会朗朗上口，多多少少都对大家也提倡那个客语，再慢慢再回复。妙笔一挥，来会村摇身一变，成为独一无二的彩绘客家城。欢迎大家来这里做客。栩栩如生的大树壁画，不但有阿婆来乘凉，有趣的故事也不断在这里上演。表示几双讲嗲好，中头睇了死，就爸爸迄个死未爽，尸体有未爽，结果伊喊爸爸说个装作病，个其实没死，人家发吐都个发起来，实在突然演出真好笑。布袋戏、开口诗、武术传奇、诏安3宝，在古厝墙上也能看得到。而为了活化社区，校长也积极推动，让来会国小的小朋友加入彩绘行列。大街小巷的壁画让社区变美了，也融入传承客家文化的使命。那让小朋友每天上学经过这一条那个客家巷的时候，能够饮水思源想到祖先，来自于诏安客家文化的一些祖先的生活的点滴。村子里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大家还要继续画下去，让游客来访不用专人解说，用眼睛看，用心感受，就能了解诏安浓浓的客庄情。五颜六色的缤纷，全是客家风俗，进城客家美景。水泥墙、大榕树、画布环绕，搭起诏安文化的舞台，谱写来会村的感动时刻。